九巴衝入車禍現場狂冚，司機矮撞多橋。借個唔該，借個唔該。個23歲嘅本田 Type R 司機第一次撞車嗰陣都冇受傷㗎，但點知遇到第二次。佢星期日凌晨1點幾沿荃灣路去深井，但去到環宇海灣對開上天橋位時，同架私家車揩到。對方冇事駛走咗，佢架車就因為車頭爛咗要 call 拖車，仲有架警車喺佢後面50米。7個字後有架入元朗嘅通宵九巴嚟到，收唔切掣。個 Type R 司機俾自己架車撞到拋出天橋，跌落10米下嘅橋底地盤，砸中一架私家車車尾，再反彈到地面。據知佢大腿骨折、面頸都傷晒，仲有腦震盪。曾經醒過，但之後又再昏迷，情況危殆。巴士上2個乘客、拖車師傅，仲有45歲嘅九巴女車長都受輕傷送院。涉事嘅九巴女車長喺九巴做咗10幾年，冇發生過嚴重事故，揸呢架通宵車都6年，事發前係第一轉車。差人仲查緊佢當時係疏忽定係身體不適，事後因為涉嫌危險駕駛，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被捕。李國華就話九巴有近1000個女車長，同男車長嘅比例係1比9度，訓練同待遇都係一樣，相信今次嘅意外係個別事件啊。